南投埔里的埔地长青村收容着100多位弱势长辈，不过这个组合厝老旧破损。台湾希望义工团帮忙整修，村长真感动。台湾希望义工团发动全国各地130多个志工来到埔里埔地长青村义务整理旧厝，还有杂乱的环境，和村长甲弱势时代真感动。那如果经过他们这次的帮忙，改善这些屋况好一点的话，也才能再接受真正需要帮忙的老人家。包括埔里镇长甲南投县的议员，拢到现场关心，志工团为厝前厝后、厝内厝外，拢整修过。不管是咱的这个维修、水电，卫浴设备，一项，包括伊的这个线路，拢要甲更新吼。台湾希望义工团表示讲，因伫全国各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，这是头一摆到埔里镇。我们是为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弱势家庭免费的盖屋，我们只要经过我们的审核标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免费的把全套的那个家具那个家电付给这些弱势家庭。因为义工团的爱心甲无私的付出，和社会充满温暖，充满希望。